恆域路運城翁收距僱員服務路線 FX6，恆域交通局編號909，由路運營辦，循環來往路運城及飛機翁收距，途經機場酒店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 ，FX6 線投入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，免費用車。此路線使用路運旗下 Fresh Air 的地勤部門之巴士車序行走。此路線共獲派5輛 Enviro 200mmc A01 至 A16 單層巴士作掛牌車，間中亦配出現斯堪尼亞 K410IB S16至S19 旅遊巴。